按摩手掌下部这个位置，至少赶走80种病。原因是因为肾上腺反复区、肾上腺反射区的位置，手掌下部手指头中间开始往大拇指方向，心肝脾；往小指方向，肺肾。5根手指头从中指开始往大拇指方向，心肝脾；往小指方向，肺肾。5脏心肝脾肺肾。从中指开始往左，再往右，心肝脾肺肾，心肝脾肺肾。心红色的帮助心，肝绿色的、青色的帮助肝，脾黄色的、黄的帮助肝，不对，脾脏黄，土就是黄，脾土的土，那是黄的入脾。肺白色的入肺，黑色的入肾，什么黑芝麻帮助那个头发呢？黑入肾啊，肾元气够的话，比较不会白发。肝肾的问题会造成鬓白的话，有的肾阳虚，有的肾阴虚，有的肾精虚，有的肾气虚。虚有4种状况：肾精虚，还是肾气虚，还是肾阳虚，还是肾阴虚。肾阴虚的缩性6味地黄丸，肾阳虚的缩性津溃乏，应该是药柜那个柜，但是只有写那个右边的那个溃。津溃肾气丸，圣张基张仲景有津溃药类的书，《伤寒杂病论》。哪一本号称易经忘记了。